长期关心校园食安甲学生教师权益的台南市议员沈家凤、沈振东、蔡小薇甲郑嘉欣，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为9月份将开学的国高中甲国小幼儿园开学的防疫争取设备，包括喙安、隔板等。议员表示，虽然有民间宗教团体来关注，不过议员表示数量可能阁无够，希望会用延伸到公私立的幼儿园。相信我们未来公幼的隔板是无忧的，但是希望说市长可以再加码，不管在公私立的部分，因为毕竟，我们私立幼儿园这一次在疫情的冲击下，他们也是受到很多的阻碍，也有很多设限啊，希望可以帮忙我们所有台南市的儿童都可以帮忙补助这一些隔板，因为毕竟是中央要求用餐的时间，我们必须要有隔板来阻隔嘛，所以希望市长再加码扩充到我们公私立还有非营利幼儿园都可以帮忙补助我们隔板的部分啊。除了防疫的物资，另外伫个教师疫苗的施打甲 PCR 快筛。议员嘛希望教育局要积极来协助。在疫苗的部分呢，因为之前我有接收到很多，就是也有很多老师也在反映说，疫苗的部分呢，他们就是好像是在造册的时候可能也是忽略到了。那我们整个情况当下来台南永远都是落后，所以希望说在第2剂施打，不管是代课的老师，还是一些应聘的老师们希望说都可以，我们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可以尽全力的来协助他们，赶快让他们施打第2剂，因为即将要开学了，所以这些老师坦白讲，他们也是心慌慌，也会非常的担心。教育局在这一次的安排上，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21号跟23号都即将来做施打的部分，但是在区域的安排，我是认为是非常的不妥当啦你把东区跟南区安排，请他到柳营奇美医院，其实包含很多的这个，不管是代课老师或者是这个实习老师的部分，他都要从东区或南区到柳营，但是相较于在这个新市的部分，你却把它安排到市区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卫福部的台南医院在一个区域上的安排，我认为教育局应该更贴近我们的教职员它的便利性。因为 PCR 的过程当中，再加上我们在21号跟23号这样的一个 AZ 施打的疫苗的一个14天的状况之下，其实有一个大段的时间，3天的时间左右是这个保护抗体的部分还没有完善的部分，所以呢，我们更希望说在筛剂的协助之下，可以帮助这些老师来去做一个筛检，让孩童在上学的部分当中是无语的。那再来还有很多的偏乡小学，其实一直以来都还在做一个第3招，甚至第4招，甚至第9招的一个招聘的一个动作，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的代课老师还没有任何着落。那未来呢，应该要如何因应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让孩童在学习的上课的，尤其又在偏远没有那个医疗院所的一个区块，那要怎么去照顾到这些偏乡弱势孩童？我想这都是学府校安科跟教育局整体应该要来去做盘点跟来了解的。针对议员的意见，市府教育局学府校安科嘛回应，因应学生开学，市府伫8月12嘛召开过校园的防疫准备，而且中央教育部嘛补助1800万的经费。至于教师疫苗的施打，因为考量医疗院所的量能，造成部分的学校老师分配施打的距离较远。教育局表示，未来嘛会慎重来处理。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